谢上专业的风台的分析。这个做风台，台北士林区的福华路甲文林路口有一丛10米悬的树啊倒落去，影响到车道通行。这个人行道的地砖嘛翘起来，加在无人伤亡。另外，伫新北市的新庄有一场建筑工地，这个烟架互大风吹甲放去，甲附近住户的玻璃甲厝角拢向上害。 敢是去卫兵看到公车打驶过后一台车对伫咧路壁，雄雄有一丛大丛的树啊倒去，翻倒伫咧路中，边的民众是惊甲软脚，加在当时无去喊到人甲车。 下晡7点外，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和文林路口，一丛超10公尺悬的路树，可能因为风收过头，甲规丛的树啊渗倒，人行道的态路嘛规个翘起来，剩一条路会当行。警察来到现场做交通管制，公处嘛随派人来遮起树啊。本所实施管制南北车流，到目前先行调拨车道，让车流顺畅，预计11点半时。 双向会保持畅通。另外，下晡8点外，伫咧新北新庄区中正路694巷，一个建筑工地壁倒的外架，嘛敢若因为强风扫倒，汹涌倒去外架当场喊破人徛过玻璃，紧消油封锁线，施工人员嘛紧清掉外架，现场各民众手指头啊，风刮着伤。那个风的声音很大，就一直铁片一直飞，就一直掉下来了。 就风啵，就全部的钉架砸下来，就楼上那个铁皮破掉。现场无人受伤受困，有一户民宅窗户、2户民宅屋檐遭鹰架倒塌而毁损。若伫咧新店中正路半暝嘛有路树倒去，去缀着8台奥多麦，互机车主人是真无奈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